我發現有啲人明明年紀差唔多，但係就更加後生。其實關鍵呢就係呢一個位置，由臃腫老態變成緊緻貼合，鬆弛垮陷變成立體流暢，潮水撫上變成青春柔和。後周區到底點樣去調整呢？後周區其實分為 A、B、C、D 區，因為呢啲位置呢出現咗凹凹凸凸嘅問題。點解有人填充完之後冇變後生，反而變成臃腫下垂慢發？因為佢哋呢淨係一味做加法，冇做好加減結合嘅抗衰新策略。真正嘅年輕輪廓並唔係一味嘅填充，而係透過減去老化痕跡，補回流失體積，達到自然平衡。鼻基底凹陷會令到法令紋變深，我哋可以透過適量嘅加法7分滿支撐鼻基底，令到法令紋變淺，輪廓就會更加立體啦。如果鼻基底上方嘅組織下垂，會令到法令紋加深，我哋可以透過減法移除多餘嘅組織，令到輪廓回歸流暢。年輕嘅臉通常都有飽滿嘅蘋果肌支撐住整個輪廓，隨年紀嘅增長，蘋果肌同埋後周就會出現斷層。我哋透過加法向上支撐蘋果肌，改善呢種斷層感。嘴角嘅多餘脂肪同埋醉皮好容易令到我哋嘅嘴角下垂，睇起嚟非常之顯老。我哋可以透過減法精準移除，令到嘴角更加輕盈上揚。下唇前嘅凹陷會影響嘴型嘅流暢度，我哋可以透過加法修飾呢啲嘅細節，令到下巴嘅弧線更加順滑自然。不論係明星定係你我，想維持年輕嘅輪廓，關鍵在於加減法嘅精準調整，而唔係一味嘅填充或者過度減脂。